全台湾唯一的看海马拉松的比赛，11月初1要伫咧澎湖来举办，沿路会当哪看海哪食小龙虾。伫澎湖的看海大桥到西大古堡，选手一边走一边会当欣赏澎湖的海景。11月要举行的菊岛澎湖看海马拉松，若是走忝嘛，还佫有足侪有创意的补给站，各种澎湖的特产和好料拢食会到。历年来都是以社区，然后以澎湖最在地的一个特色美食，今年又加上了一个在地的一个龙虾。今年上特殊的所在，唔乃是补给站有小龙虾，头前5名的奖项嘛是一只大龙虾，由极地超卖好手林记杰的团队来规划。运动model王心点是代言人。路跑的补给站看到龙虾，我觉得这辈子可能就这一场了。我都不吃啊，我就是一直跑啊，21公里不用啊，所以呢。我就是跟人家讲，那个补给快到，大家都冲过去。比赛分5公里、21公里和42公里。去年有3000人来挑战，今年外岛的旅游正夯，希望澎湖秋冬的观光会当热热滚滚。